我给学唱一评戏吧。可以呀，好啊。谢谢大家。哎，我想好了，没法的那个是啥？未曾说话，笑脸扬，叫声兄弟照脸庞。常言说，一文钱别倒，英雄汉献而今。我好比八王吞在了我家，我好比汗流被坐在了黄鹤楼上。我好比关云长被困土山岗，我好比林冲山里人日阳光，我好比冲霄楼困住了伯玉